今晚食咩好？AI852教煮飯。日式蘋果豬扒。呢個日式蘋果豬扒係一道超開胃同埋好好送飯嘅家常菜，原來仲好容易煮添。需要嘅材料有豬扒、鹽、胡椒粉、蘋果、日式醬油、味淋、蜂蜜、大蒜、水。步驟1：醃肉。先將豬扒洗淨，吸乾表面水分，稍稍拍鬆豬肉，兩面撒上少許鹽、胡椒粉醃約10分鐘。步驟2：準備材料。將蘋果去皮、去籽，切成中粒；大蒜切碎。步驟3：煎豬扒。將豬扒放入油鑊中，用大火煎至兩面金黃色，之後待用。步驟4：準備蘋果醬汁。將蘋果粒同埋水放入煲裡面煮，煮至蘋果粒變軟後，加入醬油、味淋、蜂蜜、大蒜，攪拌均勻，用中小火慢煮約10分鐘，令蘋果醬油變得結結地。步驟5：最後步驟，將煎好嘅豬扒混入去蘋果醬汁入面，細火煮一陣，等豬扒吸收一下醬汁。完成。食後感：酸酸甜甜嘅蘋果粒去除咗豬肉嘅肥膩感，配上白飯，非常滿足。希望呢道料理可以為你帶嚟愉快嘅用餐體驗。如果有其他問題或者需要更多食譜，隨時話我哋知啦。小貼士：我哋今次選用咗堅魚豉油混合湯淺製造嘅手工醬油，成為日式醬油，增加醬油味道嘅層次。